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年年怪不要来之牙齿保卫战。在每个小朋友的嘴巴里，都有一个闪闪发亮的牙齿王国，门牙像白色城堡一样威风。全齿和臼齿士兵们排排站好，他们每天都很忙，要帮小主人咬碎美味的食物。不过最近牙齿王国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一群年年怪细菌军团偷偷溜了进来。这些坏蛋最爱吃小朋友吃完零食后留在牙齿上的糖糖残渣。嘿嘿，这里真是天堂啊！年年怪老大舔着牙齿上的巧克力残渣，邪恶地笑着。我们要在这里开派对！把牙齿挖成我们的游泳池吧！年年怪军团开始搞破坏了，他们在牙齿上盖房子，就是蛀牙的洞洞；乱涂鸦，就是牙菌斑；还有用它们酸酸的便便，就是酸性物质来腐蚀牙齿。臼齿士兵痛得大叫：哎呦喂啊！我的背好痛啊！这些细菌太可恶了。舌头溜滑梯也受不了了，救命啊！这些细菌臭死了，谁快来刷牙啦！有一天晚上，阿豪又像往常一样把牙刷随便在水龙头下冲一冲，随便刷刷2-3下就说刷好了。这时牙线忍者突然跳出来大喊：等一下，阿豪，你忘记最重要的第一步了。这时牙刷超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对耶，我们应该要先请牙线忍者出场才对。牙线忍者帅气的甩了甩身上的牙线，让我先来清理牙缝里的敌人。这些年年怪最爱躲在牙齿缝缝里开派对了。只见牙线忍者在牙缝间灵活地穿梭，把卡在里面的饼干屑和糖糖残渣都清出来。看，这些都是年年怪的粮食。牙线忍者把请出来的脏东西展示给阿豪看。哇塞，原来牙缝里藏了这么多东西！阿豪惊讶地说：现在轮到我们了。牙刷超人精神抖擞地说：因为阿豪总是忘记把牙膏盖子转紧。住在隔壁的牙膏侠虽然有点虚弱，还是努力挤出最后一点牙膏。来吧，让我们把剩下的年年怪都赶走。牙刷超人马上行动，他跳起左右刷刷舞，用牙刷毛当武器攻击细菌。牙膏侠也喷出
泡泡光波，把细菌军团冲得东倒西歪。才不会输给你嘞！年年怪老大死命抓住门牙缝不放，只要阿豪继续不认真刷牙，我们就会再回来。这时，牙线忍者又突然从牙缝中窜出来，想得美！看我的必杀技——牙线缠绕术！咻的一声，就把年年怪绑起来了。打败细菌军团后，牙齿王国开了一场亮晶晶嘉年华会，门牙城堡挂满了牙膏彩带，舌头溜滑梯喷出泡泡喷泉，连平常很严肃的智齿阿公都跟着跳刷牙恰恰。牙刷超人站在舞台上宣布，只要阿豪每天按照正确顺序，首先用牙线忍者清洁牙缝，再用我们刷牙，细菌军团就永远全体牙齿一起大喊没戏唱啦！那天晚上，阿豪正在喝他最爱的珍珠奶茶时，突然听到臼齿士兵在说话：“喂，阿豪，你再不认真刷牙，我们又要被细菌攻击了啦！到时候你连最爱的珍珠都咬不动了哦！”阿豪吓得马上冲去浴室，这次他超级认真，先请牙线忍者出场清洁牙缝，再请牙刷超人和牙膏侠刷牙，最后用清水咕噜咕噜的好好漱口。他还自己编了一首刷牙歌：牙线牙线先出场，清洁牙缝缝，牙刷牙刷后登场，上下左右刷，左3圈，右3圈，早上刷，晚上刷，每天都要刷牙，刷刷刷刷刷刷，牙齿亮晶晶。浴室镜子里，牙膏侠对牙刷超人比了个赞。碎哦，这次阿豪终于学会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当阿豪学会正确刷牙后，他的牙齿卫兵们变得超级强壮。现在你们也可以像阿豪一样，成为牙齿王国的守护者哦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偷懒不刷牙时，就像阿豪的臼齿士兵一样，会喊：“哎呦喂呀，好痛哦！”因为啊，年年怪在挖洞洞了。最爱的珍珠奶茶会变得只能看不能喝，因为蛀牙痛痛，不能吃甜的。笑起来会有黑黑的小山洞，就像被年年怪占领的牙齿城堡，还会发出臭臭的味道哦。但是只要像阿豪一样，每天先请出牙线忍者巡逻牙缝，把年年怪的粮食都清光光，再让牙刷超人跳完整的泡泡舞，记得要刷满3分钟。最后帮牙膏侠把家门锁好，盖紧牙膏盖子，你的牙齿王国就会像阿豪一样获得
什么都能吃的超能力，拥有比门牙城堡更闪亮的阳光笑容，让所有牙齿卫兵都穿上防黏黏怪盔甲。记得哦，每天早晚都要像阿豪一样认真照顾牙齿，这样你的牙齿王国就会永远打败黏黏怪，让你什么好吃的都能吃，笑起来也更帅气、更美丽哦。哦，对了，睡前刷牙最重要啦，因为黏黏怪最爱在晚上偷偷开派对，就像故事里想占领阿豪的牙齿王国一样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